韓國濟州抹茶膠原蛋白果凍，一盒佢有10條嘅便利裝啦，咁出街咧就方便食用嘅，質感都幾 Q 彈同埋軟糯噶。嗱，你睇下，等我試下先，一食落去嘅口感咧就好似啫喱一樣咁樣啦。同埋咧，好似啲蒟蒻啊，同埋啲海苔，係甘香嘅，咪有陣陣濃烈嘅抹茶味咯。中意食抹茶嘅我咧，或者你啊，揀晒。食晒。有機濟州抹茶1000 mg 低分子魚膠原蛋白，維生素 B8， 超級抗氧成分，雙重內外調理。好啦，今日食咗第一支。每日一支，10大修護，淨透、光澤、飽滿、彈滑、緊緻、保濕、細嫩、舒緩、控油、強韌。一般膠原補充品味道係腥臭，難攜帶，沖泡麻煩。而抹茶膠原蛋白果凍就係天然茶味，方便攜帶，即開即食。搭叮叮嘅同時仲見到一班韓國嚟嘅遊客添啊！안녕하세요，저는 리언입니다。提升運動表現，運動前強化關節，運動後促進軟組織恢復。濟州有機認證抹茶，蘊含兒茶素及茶多酚，100% organic， 強大抗氧功效，減少肌膚光老化，抗發炎，舒緩敏感，強化肌膚屏障。睇下食咗之後幾容光煥發，幾 sharp 醒。濟州抹茶膠原蛋白果凍係我呢樣誠意推介。